第23课，着徛对着。咱即嘛要讲关系圣经内上宝座的教师，耶稣讲，咱着徛咱的对着。这是真宝座，咱以前感觉做袂到。咱甲对着相拍，咱完全对着，甲因相提。大部分的人看到即句，若恶做，也无意思爱做。咱叫耶稣主啊主啊，总是咱无照伊的教示。咱相拍甲怨恨的时，咱是反对耶稣的教示。耶稣讲，恁捌听见有一句话讲：一粒目睭陪一粒目睭，喙齿陪喙齿。若是我甲恁讲，无得甲太低着。若有人信你这边的喙皮，倒边的喙皮也越互伊；有人爱告你，摕你的内衫，外衫也放互伊；有人勉强你行一里路，就甲伊行2里。安尼，虽然你的身躯较有食开，你的灵魂真有福气。用别句话来讲，咱拢毋通甲别人受气，着常常甲人和好，也着互别人知影咱疼因，也爱帮咱因。所以，人若摕你的内衫，着用这新连贯纱线互因；因若叫你甲因行1里路，你着甲因行2、3里路，也毋通甲因受气。目睭陪目睭，喙齿陪喙齿的意思，是若有人拍断你的一齿喙齿，你会使拍断伊的一齿；若有人拍歹你的一蕊目睭，你会使拍歹伊的一蕊。总是耶稣讲，无得用歹报歹，拢毋通相拍。你想，这件毋是讲人拢毋通怨心，毋通甲歹人对着。若有人信你这边的喙皮，倒边的也越互伊；伊信你的喙皮的时，你着表面温柔，越互伊；伊信你的喙皮的时，伊若看见你无受气，搁越互伊，伊就知影你无要甲伊对着。安尼，你是照耶稣的教示去行。你可能会讲，人若拍我袂通无受气，这有影是对，这真困难。总是耶稣有安尼做，我可以的人也会通安尼做。咱毋通受气，这是真要紧。咱着搁看耶稣的教示，恁捌听见有话讲，着徛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着。若是我甲恁讲，甲你对着的，着徛因；甲恁困着的，着替因祈祷，互恁遮做恁伫起年的爸的囝，因为伊互伊的日头起来，照着歹人甲好人，也用互罪恶着义的甲不义的人。所以恁着顺全，亲像恁的天父的顺全。咱若无冤家相拍，咱是照耶稣的教示。咱减地通无冤家，无相拍。咱若无甲咱的对着比较，用贴心来款待因，咱才会通做耶稣的学生。耶稣听伊的对着，伊叫咱我可以的人也着安尼做。